台湾话打算应该安怎讲？安怎写？村班内容是从教育部台湾闽南语常用词词典引用，释义打算做某事。例时阵的股市行情真好，一串2000万，村办要大拉一个。这阵子的股市行情很好，他准备了2000万，打算要大干一场。请支持我，点击 subscribe， 然后再单击小铃铛，也不要忘了转发给您的朋友圈。谢谢，请点击下面观看同一系列的影片。